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，请走吧。什么人敬畏？要指示伊所特定的路，伊的心神要得到安息，伊的后裔要承接土地。请大家三甲来吟圣诗第193首，上帝所赐活命的话，上帝所赐活命的话，奥妙圣经名记，报人捌主，互人知罪，恩典命令指示。教咱捌主旨意，诚心来服侍伊。上帝的话，活命的话，智慧奥妙极大。上帝的话，活命的话，带咱直到永远。圣诗第193首，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圣诗193首。咱大家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是圣诗头前的13页，圣诗前面第13页。咱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。伫昆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定时第死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伫死人中倒活上天，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高边，伊个宇者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，
我信现行，我信现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最下面肉体个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坐。请大家掀开《启应文》第50篇，《启应文》第50篇在圣诗后面的第1091页，《启应文》第50篇伫圣诗后面的1091页。咱大家三甲来交托上帝的话，至悬上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上主应由我，找我去传好消息予善者人，去伊心灵破碎的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讨白，受关的出家路，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，甲咱的上帝伸冤的日，安慰所有悲哀的人，伫锡安悲哀的人，互以活源代替恢复，欢喜的油代替悲哀，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。因受称做公义的树，上主在长代显明伊合意的应许，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。要甲因立永远的约，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，因的子孙伫万邦会出名。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。咱家己三角额头来祈祷，仰望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赐公义的言语，成做阮日常生活的准绳，互阮照着尊敬你的律例诫命，无抵到将阮所无介意的事行伫别人的心上。感谢你赐慈爱的言语，伫阮心灵受伤的时，知影你的确安慰阮；伫阮行做出差错的时，你有愿为着阮治伤，有愿要为着疼阮，等待阮悔改归向你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受天父上帝的差派，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成做阮的朋友，为着要互阮通恢复甲上帝的关系，甘愿牺牲你的性命，互阮知被上帝的疼是遐尼长、宽、悬、深，互阮有望受到上帝的接纳。主啊，总是阮时常看家己比别人较敖，时常用阮目睭所看到、耳孔所听到的，就是阮以前所经历的来看待别人。比较阮测试你要借着人向阮显明你的真理，求上主帮助阮，伫阮骄傲的时，真理的圣神会互阮知做，互阮搁一摆归向你，求你怜悯赦免，互阮有够硬的气力来改变阮的行做，甲是阮行伫你的旨意中。主啊，伫这我经过年的时，阮搁拄着一摆肺炎病毒传染哪来哪严重。阮的心欢喜，甲久久未看见的亲友来团圆。阮忧怨也烦恼阮四围的环境是毋安全。求上主你保守阮避免病毒的侵蚀，也恳求你帮助所有伫疫情中间艰苦的世人，伫因受病毒侵蚀的时，你医治的大能要临到因，互因孤单无帮助的时，你的安慰的确在因伫地。愿将阮有声无声的一切恳求带入伫你的面前，因为阮知，无论什么所在，有两三人伫你的名自责，你也伫阮中间。愿安尼恳求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下面咱请圣歌队来献诗。
the voice of him like crying in the wilderness. Prepare ye the way, O Lord, make straight in the desert a highway for our God. Every valley, shall be exalted, shall be and the rock presses and the rock presses
下面咱来讲述上帝的话。今仔日圣经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书第4章第14节到24节。路加福音书第4章14节到24节。路加福音第4章14节至24节。和合本伫新约的第82页，台语汉字本伫新约的69页，现代中文译本伫新约的第97页。那显着我来读。耶稣伫圣神的权能，倒转去加利利，伊的名声遍传伫四围的地方。伊伫因的会堂教示，互众人学乐伊。耶稣到拿撒勒，就是伊长成的所在。伫安息日，照伊平常的法度入会堂，就徛咧要读。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册互伊，伊就掀开，找到迄所在，伊讲：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伊有应由我，互我传福音互丧乡人。伊有找我甲受掠的人讲，因会得到透放；甲痴迷的讲，因会得到搁光，来透放受压制的人，宣传主欢喜的年。耶稣合册并执事，就坐地。伫会场的众人拢注目看伊，伊就开喙对因讲：即个圣经的应验，恁今仔日有听见啦？众人拢干正伊，奇怪伊的喙说出稳定的话，就讲：即个敢是约瑟的囝吗？伊就对因讲：恁的确因即个俗语对我讲：医生啊！治着家己医，既然我听见你行伫加百农的，也着行伫遮，就是你的本所在。佮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袂有先知伫本所在，互人接纳伊。今日上帝咧透过牧师传讲的信息是传道的起头，请牧师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感谢赞美你，在下雨天的今天早上是你的圣日，是主耶稣复活的主日，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能够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日子。你召集我们在你的面前，因为你爱我们。今天早上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，恳求你帮助我们听得很清楚、很明白，也愿意照着你所吩咐的去做。这样子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日早起，咱的中间有舍利这个家庭，牧师会用一段台语、一段华语来讲道。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这样说：悲伤的人有福气了，因为上帝要与他们同在，他们要得到安慰。悲伤的人，今天我们都知道，在我们的当中，谁是悲伤的人？我们都是。今仔日当舍利这互上帝接去离开咱的时，咱拢是伤心的人。伤心的人，上帝要甲因伫地，要安慰因，这是上大的福气。会当得到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安慰，这是人所想象袂到的代志。当你在伤心的时候，你会需要一个人来安慰你，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？会是你亲近的人、相信的人、你喜欢的人。上帝说，当你受到悲伤的时候，你伤心的时候，你失去你所挚爱的人的时候，我会在你的身边。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
唯一的上帝，他这样子跟人说：当你伤心的时候，我会跟你在一起。这是一个承诺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而我们都在体会这样子的过程。当上帝甲咱伫地的时阵安慰咱，咱要安怎来体会呢？就是透过遵照上帝话语的人，彼此相疼，互相接纳，甲陪伴，陪伴来成做一个疼的行动。上帝有安尼甲我吩咐讲，当悲伤的人爱受到安慰。今仔日因为我听见上帝安尼讲，所以我来安慰你。我对上帝遐来得到安尼的命令，我就安尼来做，我就安尼来听你，来陪伴你。安尼的应允，互咱每一个人的心拢得到安慰，因为咱知影。毋那是咱伫安慰别人的时阵，上帝甲咱伫地；当咱的心伫孤单、艰苦的时，上帝嘛透过其他的人来陪伴咱，来安慰咱。这个承诺是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，他成为人的样子，在认识上帝的人的人群里面所宣扬出来的话语。人很习惯只有与亲近的人相处，不太习惯与陌生的人相处。即便是很亲近的人，在相处的过程当中，也会因为悲伤、失去或者是疾病而无法说出适合的话来安慰。有时候我们常常说，我不知道怎么去看他，因为他失恋了，可是我要告诉他什么？天下男生那么多，天下女生那么多，干嘛只钟情这一个？好像又不太行。以至于有的时候，一个人受伤的时候、孤单的时候、觉得被遗弃的时候、只剩下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很难知道该怎么去陪伴，该怎么去安慰。然后我们就停下我们的脚步，没有与他们在一起。可是其实我们的心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，我们的行为却很困难做出来。所以当耶稣这样说，悲伤的人要得着上帝的安慰，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，对所有的人来说，这个承诺是相当的宝贵，因为人无法真正的安慰人，只有上帝能够安慰人。耶稣所带来的福音，对人来说有很多都是冲击的，因为是在人的无能为力当中，给出一条可以做的路。依靠上帝是可以做的路，照着上帝的命令去做是可以做的路，但是这些都需要意志力，告诉我们自己的心，我可以这么做，我应该这么做，然后就去做，那个力量才会出来。我们常常会在既有的状态里面，还有新的感受里面软弱下来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去实现上帝的命令，实现耶稣所要告诉我们可以做的话。我们常常说情感是大于理性的，但是人如果都只照着情感来做事情，那么对与错、是与非，它的界限就是我说了算，每一个我说了算，因为每一个人的感觉、情感都会以我为中心。理性、意志力是上帝所赐予的，情感也是。
如何取得平衡并不容易，但是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的事情，如何去平衡它，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当耶稣当开始伫传福音的时，今日的圣经所记载，伊伫伊家己的故乡受到拒绝。安那受到拒绝？伊所教示人的教训，伊所讲的话，甲迄时大家所知影的代志，是会受到怀疑，嘛会感受到，哪有可能安尼？无法度。今仔圣经在甲咱讲的是耶稣讲，对上帝遐来的人，爱甲好消息互散车人，受掠的爱得到讨棒，无看见的爱得到看见，受压迫的爱得到自由。这个人就是我。耶稣读圣经读煞了后，伊甲伊讲，甲遮会听上帝话语的人讲，这个人就是我。上帝派我来做这件代志。对遮个人来讲，就是哪有可能？你这个人，阮做熟识，知影啦。你就是约瑟的囝，自细汉到大汉，阮就看你安尼长大。你是圆的还是扁的，阮拢嘛知。结果今日你甲阮讲，你是上帝所派来的人，要做遐尼大的代志，哪有可能？当耶稣伫讲上帝爱伊讲的话的时阵，伊诚做先知。什么是先知？什么是先知？什么是预言？能够知道上帝的心意，并把它说出来的人，传讲上帝信息的事实，那个就是先知。一个原住民在城市里面受到很好的教育，他要回到他的故乡，去发展他的村落，帮助村落的孩子们。他所带回去的会是冲击，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帮助，要让他的村落的孩子们、村落的环境与外面的世界能够接轨，所以他带回去的会是很大的冲击，很大的力量。首先，包括语言，在都市所用的语言和在村落所用的母语，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。这就是耶稣当时在他的家乡所遇到的困境。当他说我有一生很重要的任务要做，就是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要让被欺负的人、受冤屈的人得着伸冤，要让看不到的人能够看见。我就是那一个人。故乡的人会觉得很不能接受，因为从小我们就看着你长大，我们知道你会什么不会什么。你以为你出去外面城市读了几年书，你能够带回来冲击整个村落吗？你以为你是帮助我们，其实你是在摧毁我们的村落，你是在摧毁我们的语言，你是在摧毁我们的制度，你是在摧毁我们的生活。如果这一群孩子们没有离开家乡去到城市，他们可以继续在村落里面用原来的方式生活，用原来的语言说话，但是他们就只能这样，没有办法看见外面的世界。
而当有一天，当他们真的有机会可以走到外面的时候，他们会觉得格格不入，因为那不是他们能够接触到的世界。可是外面的世界却这么的大，一个村落能够有多少人？了不起100个。这些孩子就只能够在村落里面这样生活一辈子吗？所以在都市生活受教育的人回到村落，要去帮助村落成长的时候，村落里面的长老、村落里面的长辈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。我们一辈子也都是这样子过啊，为什么不行？你要说是时代不一样了吗？是。你要说世界在改变吗？是。你可以拒绝它吗？可以。但是就永远活在那样子的格局里面，不会更大了，不会更好了。如果只是甘愿活在那样子的状态里面，那就这样吧。但是真正爱这个村落的人，不会任凭后代子孙就只在这个地方，他会把外面好的东西带回来，即便他会被骂，即便他会被拒绝，而这是耶稣正在做的事情。这时，当开始伫传福音，耶稣所讲的是伫会堂内面，伊所读的是上帝的话，总是伊甲伊的身份显现出来的时阵，人是无法度接受的。刷落来，伊甲因讲的，甲遮的上帝百姓所传达的上帝的旨意，嘛是因无法度接受的代志。伫安息日会当医病，还是袂当？咱拢知影，有一个手高大的人，耶稣要甲医治的时阵，什么人甲耶稣动？就是只会听上帝话语的人。伫安息日袂当做医病的代志。耶稣问讲：伫安息日是爱救命，还是爱害命？其实一只手高大尔嘛，袂失去性命。总是耶稣所要讲的是什么？上帝所赐予的是人的性命，是人的感受，是人的孤单，是人受到拒绝的迄个感受。这个人伊的手高大，你敢有感受到伊的心？你敢毋知影伊需要受到安慰？你敢毋知影上帝伫看的时阵，不管是啥物事，当上帝讲我伫你的面头前的时，你会当得到医好。耶稣所要讲的是这个物件。总是守安息日的，所有伫上帝面头前称做上帝百姓的人，的确会想。耶稣，你就是悖逆，你就是无照无来，你就是袂当照上帝本来吩咐阮的命令，阮的来行。你哪会当伫安息日为着这个人的手来医治咧？总是上帝爱耶稣所做，就是互受到压迫的得到自由。无看见的会当得到看见，耶稣就甲医治了。这嘛真做耶稣互人拒绝的原因。传福音的起头，互人拒绝，是因为身份甲你已经足熟悉啊，知影你的缺点，知影你的才调，知影过去的你。即摆你要甲阮讲，你要做大的代志。阮要用过去的你来看现在的你，阮就判断以后的你无可能做啥物大代志。这是这段圣经内面遮的故乡的人甲耶稣中间的对话。总是耶稣要安怎来继续来做上帝爱伊做的代志咧？在传福音的开始。
在家庭里面，在故乡，在认识的人当中，要做这件事情并不容易，因为生活的过程里面，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他的个性，所以当他说圣经说要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所想到的就是这个人小的时候可能都去欺负别人，或者这个人平常嘴巴得理不饶人，或者是这个人常常贪小便宜，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可能传福音，这个人怎么可能会当一个好的基督徒。可是这个人如何能够在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在领受到上帝的爱与恩典的时候，看见自己的无能为力，并且依靠上帝，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，并且自己去做出来，我跟以前不一样了。那个就是上帝与他同在，上帝给了他力量去做别人认为他做不到的事情。这是一个身份，是一个上帝选召出来要完成大事，让人知道上帝在这里的一个身份。但是身边的人一定是拒绝的，身边的人一定是不能相信，以及刚刚开始的时候不会接受。耶稣的过去，耶稣的从小到大，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他做过什么错事坏事，只是因为他是木匠的儿子，他就被看不起了。你不可能会是从上帝那里派来的人，只是因为这样子而已。而我们每一个从不信到信，不是基督徒到成为基督徒，要传福音的时候，别人所看到的、所印象当中的我们是过去的我们。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活出一个真正上帝的儿女，上帝的身份，上帝已经改变我的这个过程，变成我觉得、我认为我要这么做，我觉得我可以，我应该要做，我要这么做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家庭里面，我要传福音给我们的家人很困难，我们都会说太难了，太难了，这样子会破坏亲子关系；太难了，这样子会破坏夫妻关系；太难了，这样子会破坏妯娌之间的关系。所以要以关系为优先，我们就先不要传福音。这是情感。然而，当我们知道传了福音的目的是什么，是要更多的爱彼此，更多的接纳对方，更多的看见我们是一家人，一直到永远。不是人走了，肉身不见了就没有了，也不是我转头离开这个家就没有了，不是，而是主耶稣上帝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什么？是永远永远的生命，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一直都在。关系是要这样看的，而不是现在当下的关系。怎么样子可以维持永远？那就是要照着上帝的话语来做，才有办法维持永远。但是照着上帝的话语来做，必须先经过的是什么？被拒绝。为什么会被拒绝？因为我们正在做一件过去我们不常做也不擅长的事情。传福音的本身，传道的本身，就是上帝在挑战我们，去面对我们身边的人事物，身边的人事物，而不是陌生的人。因为身边的人事物最清楚我们本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，在经过圣灵的洗礼之后，我们会变成另外一个新的人，而我们要呈现的是这个，以至于让人们看见的时候有盼望，知道上帝是真的，因为这个人不一样，这个人真的从上帝那里领受了恩典，领受了爱，并且他努力的活在我们当中。传道的起头是被拒绝的，然而你有多大的力量可以去抵抗那个被拒绝的状态，并
并且取得平衡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、上帝的儿女学习在做的事情。每一个主日的礼拜，我们都在听上帝的话语，但是我们也常常被说我们是礼拜天的基督徒，因为周一到周五、周六，我们都在过我们自己想过的生活，都在过如何融入人群的生活，而没有真的把上帝的话语放进来。即便到了礼拜天，我们都还是有可能会继续过自己想过的生活，坐在这里听讲道，但是我们活出来的依然是原来软弱的我们。上帝知道，耶稣知道，所以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耶稣的每一个段落、每一个神迹、每一个过程里面，我们看见的都是上帝与他同在，去面对人的拒绝、人的质疑，但是目的都是为了把上帝的爱传递出来给人。一间教会要安怎会当传福音？咱伫传福音的时阵，别人安怎看咱？咱要安怎来互别人知影，咱是真正上帝的囝儿，遵照上帝的话语去做，是亲像法利赛人同款，所有的条例拢遵守，也是毋若遵守遮的。犹原嘛听见耶稣所讲的，上帝爱伊来做，嘛是爱咱来做。传好的消息，互送向的人，安慰需要受安慰的人，互受掠的得到讨帮，互无看见上帝的人会当看见上帝，互无自由受捆绑的人会当得到主救赎，互伊的自由。透过教会付出改变，咱要安慰偌济人，咱要互啥物人来到咱的中间，受到咱的安慰。语言无应该是成做一个传福音受拒绝的原因，体制嘛无应该是安尼。长老教会是用台语做礼拜的体制，法规内面嘛是安尼规定。礼拜时爱伫礼拜日早起，就是主日的早起10点，这个拢是伫法规内面清清楚楚有写的。150年啊！当咱伫讲长老教会拢无成长、无改变，比外教派搁较袂晓传福音的时，咱敢有真正伫反省咱家己的教会，咱互啥物人来到咱的中间，咱拒绝啥物人？因来就是爱听台语，因为咱是台语的教会，是安尼吗？安尼咱就会失去安慰袂晓听台语的人。因若是袂当礼拜的时阵来做礼拜，咱嘛袂当改变做礼拜的时间。安尼咱就是伫拒绝伫礼拜的时，伫其他的时需要礼拜的人。亲兄弟，恁敢知影？长老教会是用台语，是伫主日早起10点做礼拜的教会。总是长老教会内面嘛有伫拜六下暗做礼拜的教会，嘛有台语的礼拜，有华语的礼拜的教会，嘛有拢总讲华语的教会，拢是长老教会，毋是无。
长老教会伫台湾会当真做头前宣告上帝加天人的教会，是因为遵照主耶稣所讲的，互有需要的人会当得到上帝。透过无共款的改变，透过改革，透过咱的调整，嘛亲像保罗所讲的，要得到什么人，就做什么人。今日早起，咱的礼拜是主日的礼拜，总是咱嘛甲堆书放伫内面，因为咱的兄姐有的人无法度伫24号的时迄天去做告别礼拜，为着安慰无法度参加的人，阮安尼做。礼拜早起爱敬拜上帝，爱知影上帝的心，咱照安尼来做。上帝的心旨意伫人的感受，咱嘛安尼来做。什么人互上帝带到咱的中间？因需要咱做什么款的改变，互因会当感受到上帝甲因伫地，咱就安那做。传统、体制、律法，拢介重要。总是要安那诚做一个真正活出耶稣互人拒绝的事，传福音的事，互人拒绝，互人误会，互人无相信的事，犹原会当行出上帝话语的身份，上帝囝儿的身份，是伫这个世界安慰需要安慰的人，讨棒受掠的。互无看见、无机会看见上帝的人，看见上帝伫遮，咱接纳，咱三听，咱祈祷，咱读圣经，咱吟诗。今仔日咱的中间，若是有囡仔，阁小，1年、2年，只有1个、2个，咱无主日学的时阵，互伊来到礼拜堂，坐伫头前的时，咱是为着这个囡仔来做一个上简单的礼拜，也是为着咱本来的大人，一礼拜再来听一摆尔。迄囡仔遐尼细，有听无听也无要紧啊，慢慢仔听伊就会晓啊。爱用大人的角度来讲，来做礼拜，咱是要安尼做。也是要为着囡仔会当欢喜，逐礼拜来到遮听故事，安尼的礼拜。上帝伫遮，上帝毋望咱安怎做，咱的心爱哪来哪清楚，哪来哪知影上帝伊的心。耶稣受拒绝的时，伊的困难是对圣神来的。路加福音。对遮耶稣受拒绝之前，伊伫旷野受魔鬼的刺，40天，先受刺，得到困难，才有法度来传福音。亲兄弟，咱敢受过刺啊？咱敢有困难来传福音？每一个人要去见上帝的日子，是上帝所定着的，毋是咱家己讲安那就安那的。咱敢有准备好，随时离开咱所亲爱的人，去甲上帝遐？咱留啥物，互咱所亲爱的亲人朋友？咱用啥物款的性命，互因来追思咱，互因来纪念咱？互因来看咱的人生，是上帝的囝儿，也是一个
就是一个人，是上帝的囝儿，也是就是一个人。诚做基督徒的家庭，遐尼侪年，伫过年的时，咱有偌侪人会当伫咱的厝的门口口搭有耶稣的恩典甲你同在的春联。入新厝的时阵，咱有一个礼物，基督是我家之主。有的人的家庭会甲即个礼物放伫门口口。有的人刷入去内面，阮家己知影就好。传福音是咱家己知影就好，也是互厝边隔壁拢知影，我是上帝的囝儿。我若是互人知影我是上帝的囝儿，我若是互人知影我是牧师，我出外讲话、行路、穿、食物件，拢总爱受到别人的检查，拢爱受到别人的评论。咱有偌侪人愿意为着上帝的关系，甲上帝互咱的身份，互厝边隔壁知影。今仔日是今年度旧年上尾一个主日，明仔开始咱要过新年啊！牧师准备这个春联。伫后壁，礼拜煞，你敢愿意摕一份转去搭伫门口口，互别人知影耶稣的恩典伫阮兜，嘛互看见这张春联的人平安嘛甲因伫地，传福音的起头。咱爱有心理准备，心理准备过去咱甲咱的厝边隔壁关系好也是无好，对打起你的时，咱就会拄着别人安怎来看咱。迄个毋是约瑟的囝吗？迄个已经甲阮住足侪年啊，做阮的厝边足侪年啊，阮拢毋知影伊是基督徒。伊定定甲我伫市场买物件的时阵，嘛是甲我共款，会甲人讲减5箍。耶稣恩典满满是保守照顾永无离，毋是只有互咱家己的心肝头知影，咱嘛爱甲即个好的消息，互咱的厝边隔壁，互咱身躯边所有甲咱熟悉的人。伫熟悉的人中间传福音是无简单的，耶稣安尼经过，记载伫圣经，互咱知影，咱嘛有缘要安尼来过咱的人生。同齐额头来祈祷。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很努力在依靠你，也在了解你、认识你。这个宗教，这个信仰，它要不要成为我一生能够走的路？你用你的爱来引导我们到你的面前领受恩典。你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认识彼此，也学习接纳与相爱。我们失去一个家人，是因为我们礼拜天不能够再看到他，我们会伤心。但是我们并没有失去我们的家人，因为我们永远都要在天上的家来见面。因着这样子的承诺，因着这样子的应许，因着这样子的盼望，我们现在的相处更宝贵，更知道，因为关系不是短暂的，是永远的，而你要我们得着你与我们同在的平安。谢谢你的应许，谢谢主耶稣的救赎，谢谢圣经所给予我们的教导。
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下面咱来应答上帝的话，请大家献开圣诗第373首，圣诗第373首，圣诗第373首。救主耶稣，我立志；救主耶稣，我立志，永远要对我主。愿你常常cùng我主至好朋友。救主若踮我心里，甲歹交战阮赢。救主带我来进前，正路稳当会行。圣诗第373首，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下面咱要来奉献，咱请林义长老甲唱妹执事来宣献。
下面我来报告，请大家掀开周报。咱今仔日有新来宾，咱等下请牧师来开始。报告事项第一项，咱敬请的社理这个别礼拜已经伫1月24日的上午7点30分，伫第2殡仪馆至善一厅来举办。咱感谢兄弟到场安慰。咱即个礼拜中嘛有安排追思，请咱为因的为家族来祝福，请兄弟继续来替社理这家族来代祷，愿咱为咱陪伴天家的爸上帝，用伊永远的疼甲再相会的应允来安慰咱的心。第二点，咱后日要过新年。下礼拜的新春礼拜，咱祝福兄弟新年的假期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一切平安。第三点，咱2月13日要召开会员好会，请咱兄弟陪伴时间来参加。需要请假的兄弟，请伫2月初4拜5以前，甲牧师通知，咱会员的名单公告伫咱的周报，咱请大家家己来看。第四点，咱中执会有讨论，为着要保护兄弟的健康，咱有关双年团契的部分，咱要等迄个疫情较稳定的时阵，咱较来进行双年团契的事工，请兄弟为着成立双年团契来代祷。第五点，咱即摆疫情的确诊人数的哪来哪变化。请兄弟咱遵照防疫的安全的相关规则，依序来守护。咱进入礼拜堂前咱来做实名制的登录，测量体温、手喷酒精消毒、刮喙烟。身体无爽快的兄弟，无法度来嘛，甲牧师通知。咱即摆教会的群组，咱有提供线上直播，咱做伙来敬拜。咱来看咱的聚会活动。咱的主日伫上午10点，咱的圣歌队的练唱伫主日上午8点45分。咱的拜四有姊妹查经分享会伫上午10点，拜五有查经祈祷会伫暗时的7点30分。咱喜乐团是无定期的聚会。咱2月初3嘅姊妹查经分享会，甲2月初4的查经祈祷会，因为咱拄好拄着过年，所以咱暂停一摆。咱来看咱圣港的事项。今日的事情是献文节，今日的领唱是牛长老，司会是名义长老甲秋美执事，交台是现庄兄，插花是牛长老，清扫是演庆姐。咱即马爱餐暂停。下礼拜讲道是林义文牧师。司会是秋美执事，司琴是献文节，领唱是吴勇兄，司献是玉洁执事甲我本人，交台是演经姐甲苏文姐，插花是秋美执事，清扫是罗兰姐。顶周的出席的人数甲奉献，请大家来看，有出入的甲咱的会计也是出来来提出见证。咱来看咱。周报的第3页有本周的金句。本周的金句是诗篇的19篇14节。咱等下做伙用3种版本各读一摆，尾仔较读诗篇19篇14节。好，咱请。耶和华，我的召唤，救赎我的主啊！愿我的嘴所讲的，心所想的，伫你面前必定接纳。上主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赎主啊！愿我的嘴所讲的，合你的旨意；愿我的心所想的，必定你接纳。耶和华，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！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诗篇19篇14节。咱即马要来进行的追思，请大家为这个家庭来祈祷。
大家一起来吟圣诗590首。记好朋友就是耶稣，咱大家坐，请大家做伙来吟。这是最喜欢的一首诗歌，平常他在做礼拜的时候听的就是台语，我们也都一起以这首诗歌来纪念他。我们今天在这样子的安排的过程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家人，虽然是每一个小家庭所组成的，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。失去的悲伤我们一起承受，将来会再见面的盼望我们一起拥有。即便没有办法每个礼拜天在西湖教会一起敬拜上帝，但是天上地下，在上帝的旨意里面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。我们现在进入公祷的时间。
赐给我们听我们祷告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向你倾心吐意，我们可以把我们心里面所担忧的事情、所担忧的人、所想要为他做一点什么事情的人交在你的面前，求你帮助，求你安慰，求你赐予平安。在疫情的期间，我们都为了这个病毒而感到害怕，人与人之间也不能够像过去这样子过年的走村拜访，我们有很多的生活被改变，与过去都不一样。我们希望能够继续活着，保有健康平安，并且活出美好的人生。主，这也是你赐给我们生命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你的心意，恳求你看顾保守我们，接纳我们的祷告在你的面前，因为我们正在学习如何活出荣耀你的人生，并且也在其中得着盼望与喜乐。我们同心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大家参加来念圣诗第394首，圣诗第394首，圣诗第394首。即是礼拜伫咧煞，大家吟诗通4线，心肝常常3交陪，5望后期搁自花。咱请大家起立来吟吟诗煞，请牧师为咱祝祷。我们一起低头来领受来自上帝的赐福。愿天父上帝的怜悯、安慰与平安与你们同在，在你们的心感觉到需要的时候，在你们的嘴巴还没有开口祷告的时候，就赐给你们，一直到你们的心得着平安与喜乐。奉主的名，阿们。
请坐，就倒闭会。